喺1年前，我開始喺神學院嘅遙距教育部擔任教會敬拜學一科嘅助教，負責回答同學喺學習上面會出現嘅問題，同埋批改佢哋嘅功課。佢哋喺整個學習過程當中，需要讀一本崇拜學嘅經典著作，崇拜學者 Robert Webber 嘅名著《崇拜認古釋今》，然後喺閱讀之後寫一篇閱讀報告。而另一份功課則係要將所學習到嘅用嚟設計一個崇拜嘅流程。呢幾日我正喺度改呢個學期幾位同學嘅功課，而當中有一位同學交出咗一份非常之好嘅閱讀報告。當中同學以課本裏邊提到有關崇拜嘅本質去作為基礎嚟反思今日教會嘅崇拜，並且提出咗對於現在同學經歷緊嘅主日崇拜裏邊幾個重要嘅挑戰。最後佢帶出咗今日教會崇拜需要經歷更新嘅迫切性。呢位同學提出嘅見解同埋反思，並喺當中佢所睇見嘅問題，同埋要點樣面對嗰啲嘅缺陷，實在係好有說服力，使我好認同。所以我非常罕有咁俾咗呢位同學呢份功課滿分，以反映同學嘅努力。同學喺反省嘅部分，一開始就提到佢對呢本書最深刻、帶俾佢最深啟發嘅地方，正正就係俾佢真正認識到崇拜嘅本質係啲乜嘢。佢提出，信徒每個主日去到教會參與崇拜，往往就好似係抱住一個完成任務嘅心態，只係坐喺個禮堂裏邊，期待住牧師嘅講道，又或者等待某一首觸動心弦嘅詩歌，好讓能夠藉此嚟宣泄情緒。但係當同學讀完咗呢本書之後，佢就發現咁樣嘅做法係錯，因為崇拜嘅本質係嚟朝見至高榮耀嘅君王，係神親自召喚人嚟與佢相會，所以人並唔係為咗滿足自己嚟敬拜神，而係要帶住向神獻上嘅態度，恭敬帶住敬畏感去到神嘅面前。然後同學又提出咗一個嘅批判，佢指出，如果係咁的話，會眾又點可以隨意遲到，又喺崇拜裏邊分心去睇手機呢？另一方面，同學亦都從歷史嘅向度去睇天主教嘅崇拜發展。雖然天主教嘅聖職人員制度讓天主教嘅崇拜出現咗階級，平信徒唔能夠直接參與敬拜，只能夠望彌撒。而且因着天主教嘅敬拜有好長嘅一段時間係使用拉丁文，進一步咁讓普遍唔識拉丁文嘅平民百姓喺敬拜當中再多加一層嘅隔膜。但係同學卻表示，過去佢係因此而冇去深入了解天主教崇拜禮儀嘅全貌，而當佢從呢本書更多理解天主教嘅崇拜裏邊嘅禮儀，佢就更加發現當中嘅意義。但係當佢反思今日基督教會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因着教會丟棄咗太多本來應該有嘅禮儀，甚至係敬拜嘅態度，從而未能延續使徒時代嘅崇拜。而呢個更加令今日教會嘅崇拜變得過於隨意，甚至好容易係隨從緊人嘅心意而行。與神相會永遠都係一件非常莊嚴嘅事，係需要以完全敬畏嘅心，非常謹慎咁去進行，甚至稍一不慎，嗰個會係生與死嘅問題添。而呢個其實正正就係今日教會崇拜所面對緊一個最大嘅問題。今日我哋就喺出埃及記裏邊會讀到一段摩西帶領以色列民準備同耶和華相會嘅經文，當中就俾我哋清楚咁睇到，朝見神係一件何等嚴謹，甚至可以話係危險嘅事添。出埃及記19章1至25節。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滿了3個月的那一天，就來到西奈的曠野。他們離了利非定，來到西奈的曠野，就在那裏的山下安營。摩西到神那裏，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這樣告訴雅各家，
曉諭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間的長老來，將耶和華所吩咐他的話都在他們面前陳明。百姓都同聲回答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摩西就將百姓的話回覆耶和華。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在密雲中臨到你那裏，叫百姓在我與你說話的時候可以聽見，也可以永遠信你了。於是摩西將百姓的話奏告耶和華。耶和華又對摩西說：你往百姓那裏去，叫他們今天、明天自潔，又叫他們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預備好了，因為第三天耶和華要在眾百姓眼前降臨在西奈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圍給百姓定界限，說：你們當謹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邊界。凡摸這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頭打死，或用箭射透。無論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角聲拖長的時候，他們才可到山根來。摩西下山往百姓那裏去，叫他們自潔，他們就洗衣服。他對百姓說：到第三天要預備好了，不可親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山的煙氣上騰，如燒窯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動，角聲漸漸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說話，神有聲音答應他。耶和華降臨在西奈山頂上，耶和華召摩西上山頂，摩西就上去。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下去囑咐百姓，不可闖過來到我面前觀看，恐怕他們有多人死亡。又叫親近我的祭司自潔，恐怕我忽然出來擊殺他們。摩西對耶和華說：百姓不能上西奈山，因為你已經囑咐我們說，要在山的四圍定界限，叫山成聖。耶和華對他說：下去吧，你要和亞倫一同上來，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闖過來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來擊殺他們。於是摩西下到百姓那裏，告訴他們。整個出埃及事件其實主要係由五經裏邊兩卷書去記載，就係而家我哋喺度讀緊嘅出埃及記同埋之後嘅民數記。而呢兩卷書之間嘅接口位就係西乃山。出埃及記所記嘅係從出埃及過紅海之後，一直去到西乃山摩西領受律例典章為止。而緊接住民數記所記嘅就係從西乃山去到迦南邊界嘅加低斯，但係最後喺10個探子報惡信之後，整代人就不得進迦南，然後佢哋就開始喺曠野漂流40年嘅經過。
而今日我哋讀嘅呢個段落，一開始就俾我哋睇見以色列人喺過紅海之後，只係行咗3個月，就嚟到呢個重要嘅轉折點。呢個轉折點係非常重要嘅地方，因為摩西即將要喺西乃山領受誡命律例典章，並且要將呢啲喺西乃山之下教導以色列民。而從民數記一開始嗰個時間標記就俾我哋睇到，佢哋將要去到出埃及後第2年2月初1日，耶和華先至再喺會幕裏邊去曉諭摩西，並且再要等到第2年嘅2月20日，佢哋先至從西乃曠野起行，開始前往應許之地。所以從第19章起，同之前經文記載佢哋按住一站一站咁前進嘅唔一樣。佢哋喺呢度停低咗喺西乃山之下，去領受佢哋要分別為聖咁成為耶和華嘅子民多方面嘅教導。而喺呢一大段重要嘅教導開始以先，喺第19章，我哋就讀到耶和華點樣吩咐摩西去提醒以色列人要好好準備迎接呢個重要嘅一刻，就係耶和華要親自降臨在山上同佢哋會面，將律法賜俾佢哋。釋義已經將呢個咁長嘅段落分開咗3部分，並且喺裏邊將耶和華點樣透過摩西吩咐佢哋喺個3日嘅準備作出咗解說，所以喺呢一度就唔再重複。但係我哋要留意嘅就係耶和華嘅聖潔實在係同有罪嘅人係存在住一條界線，所以耶和華喺呢度都一而再地提醒佢哋要留心呢條嘅界線。因為越界所帶嚟嘅係生與死嘅嚴重後果，因此耶和華亦都2次以擊殺嚟去表明呢個嚴重嘅後果。所以從呢一大段謹慎嘅準備過程當中，我哋可以睇見同耶和華會面實在係要非常小心，並且要做足準備，好讓我哋真係可以透過與神會面嚟顯明我哋係分別為聖嘅一群，係可以接近聖潔主嘅一個群體。或者正如我喺引言裏邊提到嗰位同學嘅批判，就係今日基督教嘅崇拜已經變成咗過於隨意，甚至係只係為咗要得着自己想要得到嘅。所以當我哋讀到今日耶和華對呢群準備要朝見佢嘅子民嘅提醒嘅時候，我哋可能會覺得呢啲事好遙遠，甚至係唔關事嘅添。畢竟今日我哋極少會喺崇拜3日之前已經做好準備，但係今日我哋咁樣參與崇拜，會唔會其實我哋並唔太在意係咪真係去與神相會，所以我哋都唔需要做咁嚴謹嘅準備呢？如果係咁的話，今日我哋返教會，你返崇拜為嘅又係乜嘢呢？我哋又喺度做緊啲乜嘢呢？而家讓我哋安靜諗一諗，今日你喺崇拜嘅當中，係咪每一次都期待住能夠與神相會呢？而你又係咪有為每次與神相會做好準備，好叫你每次都係存住絕對嘅敬畏嚟到主聖殿當中，分別為聖咁去與神相遇呢？讓我哋同心禱告啊！主啊，感謝你讓我哋可以親近你，能夠喺敬拜當中去朝見你。主啊，求你使我哋能夠喺你嘅榮光當中得以分別為聖，好好咁喺聖靈嘅幫助裏邊持守聖潔嘅生命，好使我哋每次都做好準備，
帶住敬畏感嚟到你嘅面前，向你獻上分別為聖嘅祭。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